艺术家王金伟甲民众智慧用纸所呈现的一包一包作品，甲11段生命故事，表大家透过 QR code 伫看作品的同时，嘛一面听故事。当癫痫发作时，竟然跑到别方去发作了，老师看得傻眼，同学也看得傻眼，所以我一直在搞怪表演艺术。所以这个主题呢，会叫做喝起来，其实是有2个意思，就是说它一个台语就是好起来的意思，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再去有点像是庆贺跟祝贺我们过去经历过的一段事件，然后无论是一个快乐的或者是比较悲伤的都好。另外，艺术家陈一如也用专门去出海口的土山，甲一素人创作者共同以生活为主题，完成了多个作品。所以我们就是用他们过往回忆的，就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土，然后再希望能够再回到他们的日常之中。我就自己带了一个那个乖乖，然后把它用石膏翻模，就是我原本以为是生活中的东西，然后使用它，帮我们选的一些陶，然后的土，然后去把它制作起来，这样子。这一丰富的展览成果，拢是台南市文化局111年度持续精选艺术家进驻台港的创作计划，要延续当初建立该文化中心的精神，让台港的人文历史被大家看见。那这一次，我们在这个年底，透过这一个所谓的成果，大家一起把他们驻台江的一个成果，透过展览或透过展演的形式来做一个发表。我想对台江文化中心来讲，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，也算是创全台湾文化中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面向。成果发表会中，文化局嘛表示，明年度的计划会甲台北科技大学、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合作，加入数位科技甲多媒体动画等创作，邀请更较侪无同领域的艺术家投入。AR、VR 跟 XR 的面向上面，其实我们跟国外的很多的单位呢，尤其是这个元宇宙的一些 Hub 都有一些相关的联系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这些科技艺术啊、多媒体创作的能量，可以回到我们的台南，以台南在地的文化 IP 来为我们的台江的驻村尽一份心力。今年艺术家自台港创作展览对11月1号开始，一直到12月11号，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。咱的新闻，古文集采访报道。